套房唔增值唔代表你唔使交增值稅㗎。大家係咪對增值稅有啲誤解啊？名嚟㗎咋，仲有啊增值稅。廣州嗰啲一線城市試過咧5改2嘅，中山未試過，佢一直都係咁嘅，而且超過2年之後咧係免徵嘅。大家唔使私信問我㗎啦，各位主播抄 AI 啊，麻煩都改內容先再發啦嚇。呢條視頻就話俾大家知，依家中山增值稅情況啊，睇完之後，大家評論區擊擊呢個利好會對你有幾大利好咧？首先增值稅下調，無論點講啊，都係好事嚟嘅。畢竟總計100個，足足幫你慳咗2萬幾啊！但你話對你影響大唔大咧？另外講啊，增值稅只要你有交過稅或者你攞咗房產證、不動產證啊之類嗰啲嘢，不滿2年都會收取嘅一個稅點嚟嘅5.3。咁如果超過2年咧，就唔使收噶啦啊！所以前面有一期視頻咧，我都講過喺營改增之前啊，未收樓辦證，但一般銀行放款之後，新業主可以問開發商啦去攞發票去交契稅。咁如果啱啱攞預售證嘅項目，你買咗之後就可以嗱臨交稅啊嘛。其實到你收樓就係1年半到2年時間嘅事。自然，當你攞埋房產證之後，其實你可以進行呢個二手房交易㗎啦。但係營改增出咗嚟之後，好多開發商就係唔想提前交9個點嘅稅費，所以就等到交樓之後再統一處理。而廣州曾經出現過咧，增值稅由不滿2年要交，提升到不滿5年都要交。但呢幾年已經降翻到2年呢個要求啊！睇到呢度，大家其實都應該知道，你買到個房產無論係升定跌，交係必然嘅。但如今不滿2年，從原來嘅5.3改為3個點，就好似開頭咁講，就按照房價100個為例，你係原業主，聽住係原業主啊！如果有業主同你講佢實收100個咁，唔好意思，你叫翻你個 agent幫你揾個第2間房。原業主原本要俾5.3萬嘅增值稅，但而家佢只需要俾3萬。從數字上面睇，確實係幫咗原業主慳咗2.3萬。當然呢個舉例係100個，咁如果你個總價越低，咁慳嘅錢就越少；總價越高，慳嘅錢就越多。咁問題又嚟啦，中山二手放盤超7萬套，有幾多套係不滿2年就出售嘅？而佢哋對於慳翻落嚟嘅2.3嘅稅費，會係直接用降價去變相促銷，定係話喺原本基礎上面割肉唔使割得咁傷呢？評論區我哋再傾傾呢個話題。再者，呢類人佢多唔多？疫情開放已經超過3年，呢3年入邊利好一直推出，但係房地產市場就一直喺度下探。都唔係話你可唔可以慳到呢個2.3嘅增值稅問題，而係你可唔可以賣得出去嘅問題。你賣得出去，首先你就俾人哋個價格優惠，或者下調增值稅稅點，可以等原來嘅業主慳少少，但實際上又輪唔輪到佢哋話事呢？所以最後我都認為，或者只有嗰班廚房佬先興奮得起身。要了解中山樓市資訊嘅人可以啲我嘅。嗱，關注我啦！